講個秘密你知啊，好多人都唔知我幾多歲㗎。問人幾多歲嘅泰文係 Kun Ayu Taurai， 28歲 Mak Gua， 30歲 Mak Gua， 35歲 Mak Gua， 18歲又太假啦。要保持外表年輕，要內外夾擊，所以我日常除咗做好護膚程序，最近仲開始咗 Femora Day and Night， 係專為修復肌膚屏障而設㗎。口服產品一定要講求安全。Femora Day and Night 選用非常珍貴嘅大馬士革玫瑰花胎素成分，植物胎素對比其他動物胎素更安全，而且冇任何副作用，所以我都好放心食用。Femora Day and Night 嘅用法非常之簡單，朝早2粒 Femora Day， 加強肌膚防禦力，阻隔紫外線傷害。瞓覺前1包 Femora Night， 深層滋養修復，促進細胞再生。Femora Night 嘅味道甜甜地，仲好易入口添。自從服用咗 Femora Day and Night 一段時間，肌膚嘅問題真係改善咗好多啊！從來都冇諗過全素花胎素嘅效果可以咁神奇㗎。我哋一齊睇下我嘅 Before and After 成果啊！服用 Femora Day and Night 之前呢，膚色比較暗啞一啲，而家膚色亮澤咗，眼妝淡咗，但係睇落仲精神啊！真正嘅靚應該由內在開始，想擁有水潤透亮嘅肌膚，揀啱食用嘅產品係關鍵，加埋日常嘅堅持同埋自律，水潤亮澤肌膚就會成為你嘅日常狀態。